任何一个人的。给我马上闭嘴，否则我就杀了你！我很清楚，你们现在已经没有子弹了，赶紧放下武器，交出疫苗。你们的朋友还有可能活着。我们没疫苗。那你们投降就行了，或许我还会让他活着。这帮孙子，明摆着挖个坑让我们跳，我不相信他们。不行，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杀了梅尔森。我们可以出去，但是你要说话算话，先放了人质。你们现在没有本钱可以跟我谈，你们不投降他就死定了。你们出来了，也许我会放过他。别管我，赶快去拯救丹城的居民！闭嘴！快出来！给你们5秒，5、4、3、2、1。OK。OK。糊涂啊！不要啊！过来呀，小子，起来！起来！过来呀，小子！嘿，不用这样。既然你们出来了，我们就解决问题吧。你这个卑鄙小人！你不是说要放人吗？放了他。你们剩下的人呢？啊？你们剩的人都在哪儿？我知道你们在听。现在下来，否则这里就会多3具尸体。你们听不明白吗？走。你去拿疫苗。老板，没发现箱子。没有。箱子在哪儿？混蛋！混蛋！
蛋！混蛋！没箱子是吧？这是你们逼我的，都怪你们！带走，我们走。走。老板，我们要回去。指导员，看来梅尔森先生把箱子藏在这儿，自己却被抓走了。老聂，老宋牧羊老毕，你腿怎么了？我没事儿。疫苗呢？疫苗在这儿，但是梅尔森先生遇害了，而且老边他们也联系不上。牧羊电话。队长，快！我是高波。喂，营长，疫苗在我们手上，
梅尔森已经遇害了，老边他们也联系不上。请指示。我知道了。你们原地待命，我们5分钟以后到。是。高营长，什么情况？疫苗是安全了，可是梅尔森遇害。原地待命。别乱动！我告诉你，别耍花样！爸爸，欧阳小姐来了。欧阳小姐，请坐。总统先生，劫持疫苗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很不幸，你应该也知道了吧？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就直说了。联合国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是来向你寻求帮助的。不管塞利亚发生了什么，丹城的政府军一定会帮助人民，我也有责任协助你，这是我的责任。欧阳女士，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感觉我怎么从一个暴君瞬间变成了一个圣主呢？请恕我直言，我一度是这样认为你的。是我的女儿说服了我，我失去了我的妻子。现在班达就是我的一切，他就是我最宝贵的财富。如果没有我跟马努特的争斗，我们的亲人就不会因此而去。庆幸班达还在我身边。总统先生，你能这样想太好了。现在疫苗在回丹城的途中，疫情很快就会得到控制。丹城的人民就有救了。可是，为了保护疫苗牺牲的梅尔森，还有下落不明的中国军人，我们一定要为他们讨回公道。童医生，辛苦你们了。我要是不端了他们的老巢，我就不配当这个营长。刘立军，到！通知全营一级战备。是。都给我记住了，必须要让这个人渣血债血偿。聂风，到。必须给我摸清楚这帮人的动向，找到我方3人的位置，出发。是。
还没有得到疫苗，就失去了很多兄弟。现在我们又要跟中国人战斗，你到底想搞什么？上校，这帮中国人，他们总是坏我们的事，他们不可战胜。但是现在我们机会来了，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你按照我说的去做就好，确保下一步的计划顺利进行。下一步，你的下一步计划不会由我退出。上校，你不会退出的，这就是我当初为什么选择你。我在等着时机，做好你的工作就行了。吴阳，怎么样？已经盯上他们了。好。怎么了，上校？看来我们被跟踪了。这帮混蛋！别担心。混蛋，打得还挺准。什么情况？飞机被他们打落了。怎么样？对我来说，小菜一碟。做得好，很好。把车停车！哎，你想要干什么？别这么做，那是我们最后的砝码。你给我让开！哎，见鬼！等等，他们的救援队又来了，跟我们反正也没有关系。
信军警戒，其他人救人。是。老边，志勇，志勇，老边，快把老边扶起来！子楠，子楠，子楠姐，快把他扶起来！志勇，志勇不行了，志勇，快，快！别抢，别抢！王彦军，抬上车，回到车。是。上。走。高营长，王女士，什么情况？哎，老胡，什么情况？没大事，他们3个被爆炸震晕了，放心吧。究竟怎么回事？边想、子楠、志勇他们仨，真是好样的，为了救梅尔森，差点让乌托他们给带走。可是梅尔森先生……高营长，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处理疫情，卫生部门正在稀释。马上就给中毒的人注射。救人要紧。我代表联赛团感谢步兵营，我们一定全力营救受伤的官兵。谢谢你，欧阳女士。这次乌头他们的火力非常凶猛，一看就是有备而来。我们还是去晚了。高营长，你不要自责，这次是突发情况。我已经召集了联赛团的全体官员开紧急会议，麻烦你一会儿也辛苦参加一下，我们商量一下对策。你放心，我一会儿就到。好，那一会儿见。就差一点儿，就差一点儿，我早到10分钟就什么都有了，谁都救出来了。阿高，你是中国维和步兵营的主心骨，你不能乱，你得冷静。只要是马努特和鲁尔达成了和解，他乌托能掀起什么风浪？而且我们肯定能抓着他。听我的，老高，去开会。边想这边有我呢。好，行吗？好。放这儿，下去吧。你难道是疯了吗？我们为什么要回到这里？你知道他们都在找我们，被他们发现就死定了。有意思。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处理。我不是傻瓜，你简直是在自杀。我可以帮你，但不代表我会去陪你自杀。胆怯了，这不是我认识的上校啊。你不会明白，我当时在场，我看着他们的眼睛，这种眼神我见过。我绝不能给他们机会。现在他们回来了，我们将会死无葬身之地的。上校，现在我们别无选择。如果你打算现在离开我们，你立刻就会看到结果。哦，那又能怎么样呢？你为什么要和中国维和部队过不去？
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呢，只是傀儡而已，只是我计划的一部分。好吧，你的计划是什么？我的计划就是征服整个塞利亚。你难道疯了吗？鲁尔是不会容忍你的，马努特他也会跟你势不两立。上校，你喜欢秘密吗？我有个秘密告诉你。你知道我们还有第3个人吗？你在说什么？你有什么秘密吗？我有阿明。他死了。不，他没有死，还活着呢。动手了吗？还没有。留下他。有人会来，听他的吩咐。好的。不，他没有死。他不仅没有死，而且现在活得非常健康，并且会是未来的塞利亚总统。搞什么鬼？你难道不想知道为什么我会在鲁尔身边安排我的人吗？仅仅是为了给我通风报信吗？不是的，我要了解他的一举一动，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候，我也能处于不败之地。你明白了吗？明白。所以你都计划好了？计划好了。做得好。谢谢。我的计划是不是非常完美啊？好吧，下一步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我只要你做最后一件事情，做完了，你就可以走，或者你可以和我一起待在塞利亚，反正塞利亚是我的了。哼。梅尔森牺牲自己，保护了疫苗。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些疫苗，全力拯救塞利亚。还有，萨尔里河水的净化工作也要尽快进行。乌托这帮恐怖分子不但对河水下毒，还公然杀害联合国的专家，绑架维和士兵，简直丧心病狂。他们现在就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会尽全力协助联赛团的。塞利亚的军队在丹城也会搜寻可疑分子，一旦发现可疑分子，我们立刻会实施抓捕，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恐怖分子逃之夭夭，一定不会让他们的目的得逞。我们一定会尽全力配合的。各位，打起精神！我们已经追踪他半年之久了，绝不能让他再逃脱。这次一定要把他们一网打尽，明白吗？这么长时间没处理，还好没感染。也不知道老边他们那边怎么样了。我听说他们的情况都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了。我要是早去一点，就不会这样了。你也别自责了，当时事发那么突然，而且你身上还有伤。好了，来，又碰到那个上校了。交手了，又让他给跑了。你准备好了吗？全都准备好了，等待行动。等我的消息。
上校，我们最后的行动是为了这个国家，你准备好了吗？等等，我问你，你还是打算在总统府行动吗？为什么不？我们有很多种办法，为什么你偏偏要选择最难的一种？你付钱，我做事；你把钱给我，我做我的事，不需要你在这里教我。哎，今天晚上我要跟马努特见上一面。您说什么？我要跟马努特谈一谈。这个会谈是关于塞利亚的未来。看起来你好像不太满意啊。不，这只是出乎我的意料。几天前我也是这么想的，一定要成功。去安排吧。好的，总统，我去安排。爸爸。嘿，宝贝儿。爸爸，你真的想好了吗？昨天晚上一夜没睡，我想了很多。这些年我身边的很多人、很多事，你还有纳达尔，还有这些年我跟马努特的争斗，我的梦想。塞利亚的和平与未来，可我现在想的却是责任。我已经决定了，我一定要去做。我很高兴你能这么想。够了，回去吧。先杀哪个呢？可爱的女儿，还是总统先生？我该先干掉谁呢？怎么了？计划取消了。为什么？计划取消，现在返回。你真是该死，混蛋！班达，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过去发生的
一切让我失去了太多，包括你的母亲。亲爱的女儿，每天早上醒来，我最想看到的就是你。我不能让我的人民再遭受痛苦了。谢谢爸爸，我为你感到骄傲，我为做你的女儿感到骄傲。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跟马努特好好合作。我能看得出来他的诚意。就在纳达尔去世之后，我觉得他改变了很多，所以我要跟他见面。我会放弃争执，携手走向和平。马努特叔叔不会介意的，他是好人，我相信他。宝贝儿，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就是一个信任。我要亲自去跟他谈一谈，不论他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哪怕是让我退位，让他来当总统，我都接受。我相信塞利亚的和平需要爸爸和马努特叔叔。相信我，宝贝儿，过去我们有过争执，但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纳达尔死后，他改变了很多，但我很幸运，因为你回来了。我必须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幸福，所以我想听听马努特怎么想。如果塞利亚的明天需要我放弃这个总统的位置，我也愿意。我想，这应该是塞利亚历史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真是太好了，我相信纳尔达尔婶婶也会非常非常的高兴的。你要跟我一起去见见马努特叔叔吗，宝贝儿？我吗？是啊，你跟纳达尔是一样的，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塞利亚需要你，宝贝儿。好吧，爸爸，我会跟你一起去。快去报告营长，我们在丹城发现了上校。营长，内部，现在已经发现了上校的行踪。你这样，赶紧带人去，一经确认身份，可以不用汇报，直接抓。是，注意安全啊！好。哎，聂队长，怎么样？赌场就在前面，我们担心打草惊蛇，所以没敢靠太近。半小时之前他就进去了，一直没出来。通知当地警察了吗？通知了，他们知道上校危险，请求以我们为主，他们辅助进行抓捕。带路。是。队长，就是这儿。里面一定人数不少，现在执行抓捕，肯定会伤及无辜。这样，所有人堵住其他出口，我一个人进去看看。行动！是。
别说了，快点啊！后一把了，不完了。来，快点啊！可以啊！别急了，借我来吧，喝杯酒吧。喝点东西吗？如果我是你，就不会这么问了。你觉得我不知道？我可是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嘿，你现在已经被包围了，如果你还想给自己留点尊严的话，跟我出去。你知道我不会这么做。那你想怎样？从我做这行的第一天起，我就很了解我自己。我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就像今天一样。你看，你很有意思。很可惜，我不能跟你1对1的决斗，用男人的方式较量。我想你应该明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是中国维和部队的一员，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就是失去控制。看看这周围，这些因为赌博而失去控制的人，但是在这里，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怎么控制自己，而正是因为我们能控制自己，所以我才会活到今天。各单位注意，上校已经离开赌场。放下，要不然毙了你！只有这老小子知道的太多了，咱们最好抓活的。在这里遇到我是你们的不幸，聂风我都能对付，你们又能算什么？
鱼啊！我之前跟你说过，认真的说过，我真的现在想开了。我要的不是这个结果，我要的是陪着你的过程啊。你想干什么，你爱干什么，我都陪着你。还有就是，你是不是安全？我只要这些，我心里就踏实。至于你是在国内的家里，还是在战火纷飞的异国他乡，不管你是想跟我复婚，还是一个人生活，这些真的都不重要。我想，等塞利亚和平那一天，我就不干了，跟你回国。说的是真的吗？来，为塞利亚能早日的实现真正的和平，干杯！干杯！我很抱歉，纳达尔就这么去世了。他也是我的朋友，我希望你能原谅我。都过去了，要说抱歉的应该是我。我们都做错了。你说的对，我们要向前看。过去已经做错了，如果不是班达，我也没有醒悟。感谢上帝，他说服了我。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也有我的责任。我们过去的执念，让塞利亚受了太多的苦。班达做的比我们好得多。是，我们自己也失去了很多。当我面对昏迷中的班达，我甚至怀疑人生。纳达尔，我欠的太多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如果他还活着，他会很高兴的。我在这个图书馆见到他的时候，她很年轻，很漂亮。我当时一腔热血，立志要拯救这个国家。可我没想到，后来局面会变成这个样子。马努特叔叔，别难过，我去给你们弄点咖啡吧。好。我之前也来过这个图书馆很多次。我当时感兴趣的是各国的建国历史，拿破仑、华盛顿、曼德拉、毛泽东，我读了很多书。我也想像他们一样，领导国家，摆脱奴役，走向安定繁荣。我们已经犯了很多的错误。对于这个国家，我们都是历史的罪人呐。天亮之后，我们就对全国发表一份联合声明。为了塞利亚的和平。当然，为了塞利亚的和平。
你们不用站起来。绅士们，这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感动的故事了。总统先生、副总统先生，我真的很感动。你是谁？我是谁？我是该高兴呢，还是失望？这个国家的恐怖分子那么多，好事还是坏事，你却认不出我是谁？你是乌托？很荣幸，十分荣幸。士兵，士兵，没用的，没人会来的。先生们，你们看，现在的一切都太晚了，你们忘了最重要可以保护你们的东西，那就是武器。不过现在已经太迟了，因为我才是这场戏的主角。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你想知道？那我现在告诉你，我觉得你会喜欢的。哎，进来！我给你们带来了礼物。惊喜吗？我就知道是你。所以你是来杀我们的吗？混蛋！你会付出代价的。放轻松。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不，我不是来杀你们的。不，我是来带你们走的。我还不会杀你们，还不到时候。现在我有个问题问你，班达去哪儿？班达去哪儿了？哎，去找他。去找班达。是。把他带来。是。找到没有？没有，老板。找到了吗？他不在这里。再去找。是。先生们，别耽误时间了，我们走吧。别碰我！很嚣张嘛，带他们走。我是班达。班达小姐，出什么事儿了？求求你让我进去，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我现在很危险，我要立刻见到高营长。班达小姐，别怕，到了这儿你就安全了。走，跟我走，我带你去见营长。高营长，就是他带走了我父亲，还有马努特叔叔。现在他们有危险，情况十分的紧急。我恐怕他们很快会来找我。我不知道我现在可以相信谁，在丹城我能相信的只有你们，所以我才来这里找到你们。班达小姐，你的心情我们非常理解。这样，你先别着急，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管的。但是，营救这个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我们现在的身份是中国维和步兵营，有很多国际法上的禁令是我们不能逾越的。但是你放心，我们会想别的办法。这样，现在啊，你哪儿都不要去，就留在我们中国维和步兵营，因为这是最安全的。哦，对了，你找过欧阳丹尼吗？我找过，但是没有联系上，所以我才过来找你们。我害怕我父亲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请你帮帮我们。不妙啊，老高，可能要出大事。出大事了！你们敢说？郭哥跟嫂子，
欧阳女士啊，被绑架了，被人抓走了。绑架了？这怎么回事？你详细点。一开始啊，这个欧阳女士来找郭哥来了啊。咱这人你知道啊，我从来不当电灯泡。然后呢？然后就出去了。哎，在门口玩那手机，不到几分钟我就听见郭哥在那喊呢啊，他们把你抓走了，不会留下我当活口啊！你赶紧走吧，还有小六。我撒腿就往那边跑啊，就看见他们2个人被人塞进车里了，带走了。什么车？天太黑，没看清楚。吉普车。多长时间了？我跑得快，我就快着过来。多长时间？不到半个钟头。小六，你这样啊，你现在就待在维和部兵营，哪儿也别去，就待在维和部兵营啊！站人去。天杰，到！半个钟头，时间不长，应该还有线索。你这样，赶紧带人。图书馆不可能，就去右门川菜馆，肯定有线索。是，记住了，一定不能擅自自己做决定。有什么事儿，立刻汇报营部，事关重大，知道吗？是，保证完成任务。快点，快！坐下，坐下，坐下，别动，老实点，好。干得好。哎，打开眼罩。丹尼，你没事吧？总统先生，副总统先生，你们怎么都在这儿？欧阳小姐，你什么都不知道吗？丹尼，不用害怕啊，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有我在呢啊。现在不是这个问题。你知道，总统先生、副总统先生，还有我都在这儿。你们能想象出来要发生什么吗？这塞利亚是要天下大乱了。不行，我们现在一定要出去，我们要想办法出去。现在唯一能救咱们的，可能就是维和步兵营的人了。屋内并没有打斗的痕迹。悠贤，你去搜一下。你要去哪儿？现在由我来掌管塞利亚。如果谁敢阻拦我，杀无赦。所有人，把枪放下。好像是政府军的车，他们来干什么？对了，营长特意叮嘱，千万不要和政府军产生冲突。是。你们在这儿做什么？我们是驻塞利亚中国维和部队，正在奉命执行任务。我们要封锁街道，请你们立刻离开。我只服从中国步兵营高波营长的命令。
你们没有任何资格对我们发号施令。你最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你们不离开，我们就不客气。别冲动。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现在我是丹城的领袖，所以我建议你们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在我动用武力之前。先回去汇报营长，避免冲突。走。阿明将军，欢迎回来。搜索你们的人已经被我拦回去了，现在我会在这里保护你。那我现在要对你表示由衷感谢。我很快就会进入总统府，剩下的就要靠你了。好的，我的朋友，希望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到底想要什么？我要什么？我想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虽然我们两个人从来没有正式见过面，但还是算朋友。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要听我的吩咐做事，你们也许还能活着。我不想听你的狗屁扯淡，你个狗腿子！狗腿子？我的天哪！很好，很好。目前为止，你们还是这个国家的领导者，你们代表了塞利亚最庞大的两股势力，对吗？如果你们还想要活命的话，就要按照我说的做。你们只要发表联合声明，让出国家控制权。你是不是疯了？给你整个国家？不是我，是你们塞利亚的人。是谁？是谁？哼！你们真蠢，到现在都不明白。我很抱歉，我得走了。你们要在这里待会儿。抱歉，失陪了。是阿明对吧？营长，您怎么知道？你们刚出发不久，大使馆的武官就给我打来电话，通报了一个情况：政府军突然有异动，有3股部队分别在东西北3个方向对丹城进行合围。就在半个小时之前，阿明的车突然出现在了政府军的野战军2师的指挥部。没过多久，这支部队就吃掉了丹城一部分的守军。阿明，他此时出现不是偶然，他一直跟乌托是有勾结，但是我们都没有想到乌托胆子能有这么大。他一直让阿明在暗中活动，就等着这一刻的出现。这么说，他们早有预谋？肯定是有预谋的。乌托绑架了鲁尔、马努特还有欧阳丹尼，一定是给阿明继任总统做准备。一旦他们封锁了丹城，阿明成功的当上总统，到那个时候，他一定和联合国断绝关系，赶走联赛团。那个时候才是阿明和乌托真正为非作歹的时候。现在是欧阳丹尼和老郭都被他们给抓去了。另外一方面，警察部的佐拉也发来消息说，已经跟联合国请示过了，他一会儿会带联赛团的重要成员到咱们维和步兵营商讨下一步的对策。
总统先生，你说乌托绑架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他已经掌握了塞利亚的各种资源。他之所以要这么做，有可能是为了塞利亚油矿。他说的什么意思啊？塞利亚的油矿，他们是为了这个。油矿，这是奔着造核武器去的。就凭他们这帮乌合之众，有这本事？不一定，他们背后一定有国际组织的支持。也就是一群傀儡。他们现在不对大家动手，那是咱们还有利用价值。老郭，这一关要是能过去，咱们复婚吧。什么？我说，这一关要是能过去，咱们回国就复婚吧。丹尼啊，你别这样啊！相信我，咱们一定能活着出去，一定能回国啊！相信我，一定能活着出去。怎么样？决定好了吗？这个决定应该不是很难吧？对吗？你觉得阿明能掌控这个国家吗？我不认为，他会受到各种阻碍，早晚会被踢出去。真的吗？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的人民绝对不会让你过得安宁，绝对不会，他们会把你赶出去的。太完美了，这些话正是我想要说的。请进，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女士们、先生们，请看屏幕。你们可以认出来这两个叛徒，你们什么感觉？动手！3天之内你们离开我的国家，一切都好说。阿明将军，你的要求实在是太过分了。佐拉先生，放轻松。现在我的意见是，塞利亚的局势实在是太混乱了，所以现在选择离开其实是你们最好的选择。我们现在必须要找到欧阳丹尼，还有另外一位中国公民郭帅。据我们所知，他们俩和鲁尔与马努特是一起失踪的。真的吗？失踪了，还是一起？哼，别担心，我会派我的军队出去找他们，并且还可以抓住那些罪犯。那些绑架他们的罪犯，我会确保严加惩治。当然了，但是你们还是只有3天时间离开我的国家。可是给我们3天时间根本不够，我们需要请示联合国才可以。放轻松，好吧？那这样，快一点，
大包走人。平板拿来。从视频上，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塞利亚已经非常紧张混乱了。如果找到的是这样的他们，多可惜！3天时间，倒计时现在开始。3天时间足够你们离开了。3天时间，如果你们还在这里，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会毫不客气地把你们从塞利亚这片土地上驱逐出去。我说完了，再见。我刚刚跟维和部队说了，他们有3天的时间离开塞利亚，所以现在我需要的是鲁尔和马努特的联合声明。但是不管你拿到与否，3天以后我都会宣布继任总统，哪怕引起战争也在所不惜。你明白吗？我很明白。哼，很好。现在你们看到他们如何对待叛徒的了。现在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的家人中有人是叛徒吗？哎，放轻松，放轻松点，伙计。乌托，你是不是在威胁我们？他说我在威胁他。是的，我是在威胁你，我就是在威胁你。但我是个商人，我们要做笔交易，把联合声明给我，否则班达。有种你敢动班达一下，我就把你碎尸万段。有种你就试试。你要把我碎尸万段？在这里，我想做什么，上帝也阻止不了。现在我给你时间好好想想，等我回来，我要看到答案，明白了吗？我们一会儿见。看好他们。混蛋！就在这儿。哎，等一下。快，这边过来。你们几个在这等着我啊！好。你这个小鬼，滚出去！好。过来，听我说，你们快回去吧，这里太危险了。走吧。就在这里。你确定吗？我确定，我经常去那儿踢球。我昨天还没有看到人，今天就来了好多武装分子。好样的，沙克！
有机会让你也进我们特战队。牧羊、志勇，带上无人机，把这个院子摸清楚。是。注意安全。是。这次行动的一切都是最高机密，千万不能让对方有所察觉。是。还有就是，一定切记，我们不能和政府军产生任何的冲突。我们是维和部队，不是作战部队。我们维和部队交战的规则，时时刻刻都要记住。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教导员，关押地点周围全都是阿明的人，如果想要救人，那一定会发生冲突。没错，现在是这样的，班达已经联系了曾经被阿明解除职务的政府军，所以说这些人，他们可以作为我们的内应，在行动的时候拖延时间。阿明给的期限是3天，现在距离最后期限还有2天2晚，不到48小时。接下来你们的任务很重，很艰巨，要确保在维和部队交战规则的框架下，做到万无一失。明白吗？明白，明白。讲一下。手气。就一句话，今天的这次行动，大家务必要打起120分的精神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明白没有？明白，明白。好了，行动吧，特战队，行动！谁在里面？阿明总统想要进去。总统先生，请进。开门。那边的过来一下，把里面的所有人都叫出来，总统有话要说。对不起，我们不能擅自离岗，请你们出来。你听不懂吗？很抱歉，我们不能离岗，请你们出来。好，总统要下来了。子南牧羊志勇，留守1楼，把干扰器阻断通讯。车队掉头，随时撤离。其他人跟我去救人质。是。
欧阳女士，你没事吧？都没受伤吧？没事，没事。志勇，有情况。嘿，你是谁？我是政府军。你在干什么？我被袭击了。我的意思是，他是我的人，明明已经死了，你说他袭击你，这可能吗？杀了他！拨打简讯，动！王烈，我们暴露了。注意安全。哎，跟在后面。走，快！快！别让他们跑了，杀了他们！老毕，保护好人质。老宋，跟我来。好。快去杀了他们！老宋，乌托要跑，我去追，这里交给你。掩护老弟！志勇，右翼！班达小姐，我不想给你添麻烦。阿明将军要去总统府，所以请你离开这里。我父亲生死未卜，为什么阿明将军想要去总统府？为了政治吗？当然不是，我们是为了……我不管你们想做什么。我的父亲鲁尔是塞利亚的合法总统，我知道他很快将带领塞利亚走向和平，没有人可以阻挡塞利亚的和平。班达小姐，我只是按将军的命令做事，请你别逼我。现在就去跟阿明将军说，只要我还在这里，就不允许任何人在塞利亚搞阴谋，除非我死了。塞利亚是人民的，每个人都在为了祖国而奋斗。你现在就去报告阿明将军。去。是的，长官。所有人，我们撤。
维和部队，请你们快点来。老兵，没时间跟他们耗了，赶紧带人质撤离。收到，所有人跟紧了，快走！大家小心！说吧，士兵。班达小姐的人阻挠我们去总统府。他都说什么了？班达小姐说她绝不妥协。这个班达真是混蛋！这个女孩对战争一点都不了解。即便是废墟，塞利亚也是我的。哪有没有事？大光，我有女士。塞利亚大爷。老兵，快带人质上车！走，快走！防守队形。将军，怎么了？阿明嘛，中国维和部队来了，他们已经占领了这里。你该进攻了，祝你好运。告诉所有士兵，我们要夺取丹城。长官，遵循我的命令。是的，长官。快！
说的没错吧？咱们肯定能活着出来。对。老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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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时候说的他？你什么时候说的他？老公，老公，老公，你不能死！没事，没事。丹尼，我死不了。老公，咱们好日子还没开始呢。我们快到了，我们快到了，老公，快点开车呀！是。老公，你不能。你坐下，想救就很实际。我只想拯救你。老公，老公，我们还要回国复婚呢。你看，你还要跟我回国复婚呢？你忘了？你忘了？你看，我还要复婚呢，老公，你不能再，班达小姐，你还好吗？我没事，我们的人怎么样？我们的伤亡惨重，我觉得你应该马上离开，他们很快就会经过。只要我活着，就要维护塞利亚的和平与稳定，这是我神圣的使命。塞利亚的明天就看今天了。明白，我会转达给我们的战士。长官，我们上！不接头！
再负隅顽抗了，你跑不了了。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跟我回去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这不可能！中国维和部队，我感到很抱歉，你们失去了亲爱的同胞。总统先生，我们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前面的交战区，我们是不能进入的。你们做的已经够多了，我一定完成欧阳女士和郭先生的心愿，让塞利亚实现和平。我代表我们4区的同胞，谢谢您。我的兄弟，如果我回不来，你就是塞利亚总统，一定要让塞利亚实现和平。我的兄弟，我相信你，你一定会平安的回到这里。谢谢。中国维和部队，你们为塞利亚的和平做出了贡献，谢谢你们。你以为我是谁？我才不会妥协的。我们一起走怎么样？
我现在提醒你，我不想伤害你。我告诉你，我不会离开的，除非我死了。士兵，你为什么停了？将军，我们几乎要消灭他们了，但是什么？班达小姐对塞利亚很重要，如果她受伤了，我怕我们会惹上很大的麻烦。我们中有些人也曾经是政府军，如果我们杀了班达，我觉得他们会反抗的。我当然知道这些，所以我才要迅速的接管塞利亚。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的问题。现在听我的指令，用坦克对准班达开火！爸爸，士兵们，你们都被阿明骗了。他受雇于乌托，他们想要的就是毁灭塞利亚。他为了一己之私，发动了数起恐怖袭击，置人民的安危于不顾。他怎么可能给塞利亚带来幸福？士兵们，我知道你们心里都是希望塞利亚和平的，可是你们这是在助纣为虐。继续下去就是把塞利亚推向深渊。现在，我请你们想清楚，你们的选择是什么？和平，还是毁灭？你们都在干什么？举起你们的武器，瞄准他们开火！在战争爆发之前，给自己留点尊严吧。我之前跟马努特交代过，如果我今天死在这里，马努特会带领塞利亚走向光明。我没有后悔做这个决定。放弃吧，你的阴谋不会得逞的。你在干什么？开枪打他呀！你们两个也是，举起你们的武器！你在干什么，士兵？举起你的武器啊！现在放弃吧，还塞利亚一个和平。别动！将军，把你的枪放下。带走他！鲁尔，鲁尔！爸爸。塞利亚的同胞们，我知道这些年来我们这个国家一直遭受战乱，但是我们一直渴望着和平与自由。虽然我们很贫穷，但我们会努力的改变。听着，我们的朋友一直在帮助我们，支持我们。虽然幸福与富强离我们还很遥远，
但是我们不会放弃努力和奋斗，用我们的双手创造未来。现在，让我们共同创造塞利亚的和平、希望、理想与自由。和平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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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自由。老聂，任务完成。塞利亚危机解除，我们赢了。收到。可是，老郭死了。塞利亚的局势终于稳定下来了。罗尔和马努特已宣布停战，组成了联合政府。不知道之后联赛团还有没有了？如果取消的话，咱们就成了进驻在塞利亚的最后一支维和部队。最后一支，那不是挺好的吗？这对我们来说是无上的荣耀，最珍贵的军功章。嗯。回国之后你什么打算啊？等回国了，你帮我写篇日记吧，就作为我们在塞利亚的最后一篇。可以啊，名字我都想好了。什么？塞利亚脱单日记。你笑什么呀？我在想，我们回国之后该怎么办啊？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那到底怎么办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哎，你说一下嘛。国内寄过来的文具得花不少钱了，1个月工资这么多，早知道算我一个了。哎，哥呀，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部队的，这是他花1个月的工资啊，给孩子买的文具用品。
谢谢副队长。应该的，你更辛苦，这帮孩子你多费心。谢谢。行了，我不多说了，我那边还有事儿，你们聊，好好聊。嗯。过几天我就要回国了，好好照顾自己。好。你说过的话还算数吗？什么呀？我回国给你打电话，你会接吗？我当然会接了，我肯定接。半年后会有一个新的志愿者来这里代替我，我打算哪儿也不去了，直接回国。行，你回国我去接你。好。我帮你抬进去。没事，我自己行。可以。走。吴楠，我要跟你说一件不幸的消息，我可能回不去了，你还得再等我1年。这边的总统特别喜欢吃我做的饭，不让我走。我妈要见你。啊？真的呀？那我过几天回去呗。这几天不是还有1年吗？不是总统喜欢吃你的饭吗？他女儿不喜欢你啊？要不你入赘吧？别回来了。不是，我逗你玩呢，人家不喜欢吃辣的。就你这点小心思，还想骗我？赶紧跟我滚回来！好嘞。沙克，班达小姐。沙克，我知道是你在我父亲被绑架时提供的线索，谢谢你。我给你带了点东西。谢谢你，我一定会好好珍惜它的。谢谢你。老高，哎，走之前啊，别忘了给花浇点水啊。哦，放心吧，嗨，咱这仙人掌长得好着呢。我跟你说，浇1次水怎么着也能顶个把月的。啊，对了，
这次交完之后啊，还不等下一次交，战友们就来了，到时候我交给他们，再跟他们嘱咐一声。你看，长得多好。行，今天晚上早点睡，好好睡一觉。明天飞机上时间那么长，休息不好。老高，你终于实现你的诺言，带所有的战友都回家了，恭喜你！谢谢老婆。看什么呢？教导员，嘛呢？要离开这儿，有点舍不得了。是啊，塞利亚要是不打仗的话，是个多美的地方啊！你们呀，就是这样，在这儿的时候，想着要回家，该回家了吧，又舍不得离开这儿了，是吧？咱们这帮人呢，来的时候想的都一样，什么时候才能回国呀？这要走了，大家都恋恋不舍的，想着走了，谁来保护他们呀？干得不错，我们的战士是最棒的，有小瑕疵，还差远了。总统先生、副总统先生，非常感谢你们二位能过来给我们送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高营长。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这个国家还要经受多少痛苦和磨难。你们是这个国家的英雄，我很欣赏你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国家永远欢迎你们回来。今天能看到二位总统先生站在一起，我们都为这个国家高兴。那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所有的付出，都很有意义。和平万岁，总统先生！为了塞利亚，为了和平，为了中国，我们跟中国人的友谊地久天长。高营长，胡教导员，我有幸被国家派往塞利亚工作，有幸在这里结识了你们，有幸与你们并肩战斗。为了我们的祖国，为了战乱的塞利亚，为了所有牺牲的战友，为了那些流离失所的难民们，我代表中国驻塞利亚大使馆全体，对你们所做的一切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大使先生，您客气了。其实我们就是做了一名军人应该做的，一名中国军人应该做的。您的这份情怀、这份情感，我们会记在心里。只要您回国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像对待亲人一样来接待您。多谢。欧阳女士，任务结束，也是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非常感谢这将近1年的时间，您对我们的照顾，对我们维和步兵营工作的支持。在将来可能会有更加艰巨的工作等待着联合国，等待着您去完成。您千万要保重。还有，老郭是个好男人，他是我们的骄傲，是全中国人民的骄傲。谢谢你，高营长。你们也放心，这个国家的和平来得太不容易了。我一定不会让我们的努力付诸东流。欧阳女士，多久没回家了啊？那个，你是我们祖国的骄傲，在联合国做出那么多贡献，为多少像塞利亚这样的国家
奉献自己的一切。我想说啊，代表同胞，我们随时欢迎你回家，常回家看看啊。好，常回家看看。那就先这样，欧阳女士，战士们都在外边等着呢，马上要分别了，您跟他们说几句吧。好。同志们，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联赛团最高行政长官欧阳丹妮女士致辞。战友们，我的兄弟姐妹们，大家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已经于昨晚12点正式结束。我们一起并肩战斗了365天。我想对大家说一句，我很抱歉，是我一次又一次的让你们奔赴前线，奔赴那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把重担压在你们肩上，还是我让你们失去了一个至亲的战友。沈小鹏烈士，我愧疚，但是我不后悔，因为我别无选择。这是你们的使命，也是我的使命。我想问，你们来到这里是为了什么？有人说过，是为了国家；有人说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想说，我们是为了捍卫我们的誓言，履行我们的承诺，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为了这些，哪怕流再多的汗，流再多的血，甚至付出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今天你们就要回家了，家人在向你们招手，那些可爱的塞利亚人民也在向你们招手。我相信他们一定舍不得你们每一个人，他们已经把你们当成了自己的亲人。我们是幸福的，因为我们就要回到家人的身边，朝夕相伴。可是大家要记住，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未曾尝到和平滋味的国家，还有那么多吃苦挨饿的孩子们。虽然这次在塞利亚的维和任务已经结束，但是维护世界和平的车轮永远不会停歇。让我们牢记使命，恪职尽责，为了祖国的安定，为了世界的和平，奉献我们的青春。你们是当之无愧的蓝盔前锋，感谢你们。我宣布，中国维和步兵营本批次维和任务圆满结束，目标机场，回家，敬礼。